讲就想要买厝，买一间家己的厝。一个月上济就3、4万啊，伫咧台北生活就已经偌困难，是要安怎欠钱买厝？啊，若是无爱买厝咧，是毋是就袂遐忝嘛？有当时啊，会使用别个方式，会使完成家己的目标，安尼。你要安怎活伫这个社会内底，找到一个舒适的所在，互你家己，才是上重要的。我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可以让大家看到关于住、关于家有不同想象的一个温馨的故事。也许讨论居住正义，也许讨论什么是家，很多人有不一样的答案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戏带给大家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跟视野。我感觉人生要选袂是一出有血有目屎，还佫有淡薄仔古锥的责任爱情剧，更适合很多没有租屋过的人来看这部戏。马球马感动耶！